輪候天后港鐵站，單位間隔亦都非常之實用。如果你想揾樓齡新啲嘅兩房，天后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P A 啦。如果你喺天后區揾間兩房，諗住想要新少少嘅話，選擇都真係唔錯。今日我哋參觀海景軒，呢度鄰近我哋嘅港鐵站，而且仲有緊住添。由大門開進入單位，係一個冇玄關嘅長方形下飯廳。喺間隔上亦都方便翻家私咁靈活擺位，而且單位嘅採光亦都非常之充裕。喺景觀上亦都相對之開揚，可以望翻我哋附近天后嘅城市景。廚房間隔係 L 型嘅設計，足夠空間安放洗衣機同埋雪櫃。而浴室係乾濕分離，再加上活動窗。最後可以欣賞埋兩間睡房。如果要喺天后區揾一間兩房緊住，樓齡又新啲，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呢度鄰近港鐵站，步行都只需要1分鐘，再加上配套嘅成熟，亦都係12後網。現時單位售價係838萬。若果你都想嚟參觀呢個單位嘅話，不妨可以聯絡我啦。